控之一，足有够力，食钱官，收人乌西钱，食钱食甲饱，鸭卵较密嘛有芳。有一天，代志别空，互人掠去笼仔内关。伊食比人较好，做比人较辛苦，享受较济自由。有人学了伊享受特权，足有够力。过去有够力，哪会互关伫笼仔内？可是人生路一步一脚印，脚踏实地，上有够力。